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有5个旅客坐畅水器泰坦号被落去海底看沉落去的铁达尼号，到当时失踪第5天。美国海岸防卫队今仔日就证实讲，有找到这泰坦号的碎片，内面5个旅客拢已经不幸归往啊。之前有消息指出讲，美国海军有监测到爆炸声音，不过这爆炸的原因甲时间目前是也无清楚。 美国海岸防卫队通知泰坦号5位乘客驾驶畅水器伫铁达尼号沉船附近内部爆炸。Discovered the tail cone of the Titan submersible, approximately 1,600 feet from the bow of the Titanic on the seafloor. The ROV subsequently found additional debris. The debris is consistent with a catastrophic implosion of the vessel. 当局表示，因为海底环境正歹，无法度确定会当找到尸体，因落去水底费用25万美金，差不多代表775班，拢有签7个书，生死家己负责，包括58岁英国好野人哈丁、巴基斯坦好野人达伍德贝亚囝、77岁铁达尼号专家纳洛莱，也有海洋之门的执行长拉许因某。 也是铁达尼号上名的历难者翁仔某的后代。泰坦号所属公司海洋之门探险表示哀悼，讲因拢是真正的探险家。泰坦号18落去水底了，无到2点钟就失去联络。国际联合搜救北亚村内96点钟久拥挤的时间，22日2天成立有探测到声音。There doesn't appear to b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oises and the location on the seafloor. 根据海洋之门向美国法院提交的资料，2021甲2022年，至少有46个人坐过因公司的畅水器成功去铁达尼号沉船的地点。有一寡人转来了，认为有安全上的疑虑，包括通讯会因为不明原因中断，无经过实验认证。2年前，第一批落去水底客户之一，德国退休的生理人冒险家洛伊布，就将这种畅水观光表示一个执行一项自杀任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电影《铁达尼号》导演卡麦隆，迄当年为着要拍电影，有入去已经沉落海底铁达尼号33届。也那观光畅水器泰坦号遭有不幸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卡麦隆就表示，这甲1912年铁达尼号弄着冰山沉去同款，拢是唔听警告，就要来发生意外。 加拿大、美国、法国等真侪国的搜救队，伫大西洋的北边，正远的2万外平方公里的海域，要找观光畅水器泰坦号伫倒位。这5天海空做伙一直敲找，但是路尾嘛是以被交代收煞。死亡者哈丁达伍德的家属日日以声明对国际社会援助表达感谢。这种载人的畅水器，业界的专家讲，搜救人员伫离泰坦尼的残骸大约500公尺深的海底，发现畅水器的残骸。 深海雷崩是一下就发生，是以号表来算，村内的人根本都唔知影迄当中发生什么代志。It exploded inwards in a matter of a thousandth of a second, and it's probably a mercy because that was probably a kinder end than the unbelievabl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being 4 days in a cold, dark. Confined space, so. 伫泰坦尼沉船的所在遐，水压差不多是每平方公寸6000磅。一般的海平面平均压力差不多是每平方公寸14.7磅，有到过水深2135公尺。研究生态系统的研究人员讲，一个悬15公分的泡面杯，形本底好好，但讲伫这种深海的时阵，伊会互缀做一个30公升烧酒杯仔的大细。深海环境是充满危险，嘛有真侪咱唔知影的所在。要执行深海救援的难度，是袂比救一个太空人更较低。It is obviously a very harsh environment, and it's got very little exploration, right? So in general, the ocean, about 80 so% of it is unexplored. 电影《泰坦尼克》导演卡麦隆，较早为着要翕电影，捌33摆畅水到泰坦尼克的残骸遐。观光畅水器泰坦号歹消息传出来了后，卡麦隆嘛真遗憾。伊讲，这和1912年的泰坦尼克弄冰山沉落去同款，拢是无得听人的警告造成。This this father and son on Father's Day, paid $500,000 to go down in this thing. Holy crap.
You know, it's just tragic and it's horrific and it's unnecessary. 伫2000年的时阵，为着做工课，把创水到泰坦尼克深海的残骸遐，甚至搁掉伫个普罗佩亚遐无法度震动。前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科学编辑智廉博士讲，出代志的这片海域是泰坦尼克1000外个受难者死亡的所在，应该奉严肃来对待，无应该当作是一个旅游的地点。伊搁呼吁伫个海洋之门创水器的事故原因调查出来进前，所有要去这个地点的行程拢应该暂停。This is not a looky-loo. This is not a touristy thing. This is a serious site that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